公屋大改造，開放式廚房雙邊櫃。公屋細碼單位，想住得鬆動啲，規劃上邊要留意慳位嘅技巧。呢間屋廚房同埋露台合併，兼改造開放式。除咗開放式廚房嘅設計之外咧，我哋亦都係幫佢諗咗一個活動性嘅餐台，咁個靈活性就高咗啦，咁令到個客廳同埋個廚房成個間隔都個感覺。改動之後，廚房做咗一個超過10尺長嘅櫥櫃，台面空間充足，可以放啲大型家電。入口處打橫做咗2組薄櫃，一組係鞋櫃，另一組就係茶水抽屜櫃，各有各嘅功能，前後分割有理。浴室封咗原本入口，俾客廳做電視機櫃。新入口就經由廚房出入，嗰度嘅通道比較闊落。仲夠位做個儲物櫃，放廁紙同埋清潔用品添。2間睡房歸邊，同樣係冇走廊嘅，客廳就更加寬敞。係今次嚟講咧，特登係為戶主喺個單位400尺裏邊咧，加插咗一個工作間俾佢嘅。咁呢個工作間咧係方便翻咧戶主本身係有一個 home office 嘅感覺啦。工作間台面突出，做玻璃瓶遮蓋，又保留翻透光嘅作用。客飯廳以白色為主，感覺清爽富有朝氣，但係唔想太冰凍，所以地下鋪砌啡色木紋地磚。房間係睡眠休息室，用暖色就比較適合，訂做木紋膠板家具為主，唔驚話撞到會刮花啊嘛。仔仔仲係求學階段，間房細就要諗計去增值啦。衣櫃中間附設活動板，拉出可以當書台用，側邊就留位做層架放拖板，方便隨時叉電啦。